倒来讲郭文摕92岁爸爸病情出现着变化。郭文摕的家属昨下晡甲台北看守所申请探视核准。昨下8点外，郭文摕到新竹的台大病院去看爸爸，半点前后离开。台北看守所证实，讲郭文摕有申请登去厝探视，看守所嘛照规定来核准，也毋过爱伫24小时内转来。那郭文摕的爸爸状况如何？家属无说明。主席和爸爸还好吗？前民众党主席郭文摕去病院看因老爸，伫法警的介护下，面色沉重，目头结结，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病院。郭文摕被收押了后，听讲因老爸病情有变化，家属伫昨下晡甲矫正署申请探视。暗时8点40分，郭文摕到新竹的台大病院。他现在进店喽。无口手铐，面对媒体的问，敢若溜一个无讲话，随风动起来。敢若停留差不多半点钟，郭文摕佫出现，随坐车离开。经报请矫正署核准后，即派员接护其外出探视。台北看守所证实讲，郭文摕申请登去探视，依照规定，经过申请出外探视核准后，介护登去需要伫24小时内登去所内。这个期间嘛，算伫收押的工作。提出例如死亡证明或病危通知等证明文件，如果获准的话，就可以借护返家探亲。申请的次数并没有限制，但是看守所会就各次的申请分别决定是否同意。针对这点，民众党私底下回应讲，因为郭文摕属于禁见的状态，党内并无接到其他的消息。郭文摕伫去年底有第一站的交保，差不多逐天拢去新竹看因老爸，即马佫进入看守所，今日出外去探视，目前的状况家属并无做说明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